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皮叔。今天是2025年8月3号，这一期啊，咱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指、胡威，还有胡一进老师啊。上个周末啊，由于这个美国劳工数据啊下修了，对吧？非农数据下修，这个数据啊比较难看，不仅吓到了这个资本市场，也气坏了特朗普啊。特朗普要求这个劳工局的局长辞职。这个吓得啊，美西方股市啊都是大幅度下跌啊。欧美股市周五全线重挫，欧洲股市中，法国股市大跌2.9%，德国股市跌了2.66%，欧洲斯托克50指数跌2.9%，美股三大指数啊也是同步跳水啊。纳斯达克跌了2.24%，标普500跌了1.6%，道指跌1.2%。说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有可能会影响到胡适啊明天的走势。这个周末啊，胡适的这个好消息基本上没有，这个消息面是偏空的啊。这个证券日报报道啊，说今年以来资本市场严监管趋势不变。根据同花顺数据统计，截至8月1号，年内已有66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公司或公司相关方被立案调查的公告，其中5家公司明确因涉嫌财务造假被立案调查。从被立案调查的原因来看，涉嫌信批违法违规的数量最多。上述66家公司中有50家公司因涉嫌信批违规违法，公司或相关责任人被立案调查，占比75.8%。说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啊，这个今年啊严监管趋势不变，对吧？前7个月就66家公司啊被立案调查，这里面恐怕大部分都是跟财务造假有关。这个实际上就是告诉金融消费者，你稍有不慎呢，你就会踩着这些坑。你要是买了这些股票，然后你正好被套，你说我准备做个植物人，我就死拿着不动，那你很有可能啊，到时候他退市了，你更惨。你看这个被查的家数越来越多，虽然跟这个5000家相比啊，这66家还数字不够大，但是也不小了。这个就加大了啊这个金融消费者炒股的这个难度，对吧？你怎么避开这些坑？这些坑啊，它在爆雷之前，它在被查之前，一切都那么正常，对吧？你根本就分辨不了。关于这个胡适啊，我们看一个自媒体博主的说法啊，大家看视频。我看到很多评论区里面有这么一条留言，说他是一个新手，目前有50万的一个存款，准备入股市。问我们这些所谓的老股民应该注意一些什么？就这么说吧，你现在有50万对吧？等一下我把我的银行卡给你啊，给我转个5万，不是还有45万吗？对不对？亏损10%，这个亏损在大 A 里面已经是很少了啊，就当于你回撤10%，而且还没有什么痛苦，我还能记你的好。如果说你真的来到 A 股里面奋战个3个月、5个月，甚至1年、2年的，你会发现这50万呢，变成了100万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他妈的又充了100万。A 股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，当你亏了，总是想着从银行卡里的钱又搬进去继续加仓，高位满仓梭哈，低位全部割肉。这就是股民说句实话最终的一个下场。但是很多人呢，他不信命，他总是觉得我来到股市能够比别人聪明，或者说能够比别人跑得快，或者说他能够抓住这个市场的一个主线。但是殊不知啊，不管是新股民还是老股民，都在这么一个大数据的天眼之下无所遁形，你根本就逃不掉。你说你想做一个漏网之鱼，那是偶尔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如果说你没有自己的一套正确的打法，加上自己高强度的一个认知，那市场就像一个吞金兽一样，你会不断的从你的生活的那一张银行卡里面往这里面充钱，而且充钱的速度比你转账的速度还要快，秒到。那亏钱的速度呢？亏钱的速度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快，因为它是赚一天又亏一天，赚一天又亏2天，赚一天它又亏2天半，它是这么亏的，钝刀子割肉。那为什么不用快刀子呢？偶尔也用，
但是绝大多数还是钝刀子割肉，因为他不用钝刀子割肉，你会继续充钱吗？这个市场里面有一句古话叫不怕你赚钱，就怕你不来。其实我想把这句话改一下啊，不怕你短期赚钱，他要的就是你长期充钱。不管你这个账户里面有多少钱，只要你放在里面，它就是一堆虚拟币。你不把他这个钱取出来花到你自己身上，他有可能某一天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你这个账户给清空。这个博主叫财经老王，好像是这个名字啊，我还经常刷到他的视频，他炒股10几年。这个我记得我以前节目里面也放过他的视频，这个叫一个老股民的心路历程呢。他说的啊，我认为在我的观点里面，他说对了一半。也就是他强调这个市场的原因，对吧？也就是他更多的强调这个外部因素。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你不仅要面对这些外部因素啊，你更多的是要面对自己的内心，就是一个人的贪婪和恐惧，这个你是没办法克服的。你贪婪恐惧啊，在这种猴市里面，你必然是要赔钱。能治好你的贪婪和恐惧的，只有慢牛。慢牛什么意思呢？反正我什么人买，我后面卖它都是涨的，慢牛。猴市就不一定，你知道吗？猴市你没有办法把握这些，很有可能就是高买低卖。慢牛什么意思呢？慢牛就是说你想高买低卖，你都做不到。但是别人不是那么绝对啊，就是它这个趋势是缓慢往上走的。跌的时候它跌得非常快，但是它起来也非常快。那就像那个美股，对吧？美股一遇到事情，咣当就跌10%，对吧？但是它过几天它又回来了。这种慢牛，你赚钱就相对容易啊，你就能克服自己的恐惧和贪婪。否则的话啊，你是在自己跟自己较劲呐，省吃俭用的不停的往胡市里面充值，对吧？平时吃个方便面都还琢磨琢磨，但是往胡市里面充个5万块，那简直不眨眼，不停的补仓，就像那个低保老人一样啊。永远看到希望，完了不停的补仓啊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该什么时候走。这个UP主说了吗？不怕你赚钱，不怕你有盈利，就怕你不玩了，对吧？只要你玩，你最终都是输了走的。战胜自己很难啊。有人说啊，我就用什么铁的纪律，我自律，我怎么样，实际上都非常难。如果你真的能做到战胜自己啊，克服自己的缺点，克服自己的这个贪婪和恐惧啊，那按道理你不至于沦落到啊，想通过炒股来实现财富自由啊。你早就在别的地方已经成功了，就是你把你这股狠劲啊用在别的地方，恐怕早就已经啊小有成就啊。我们再看看这个自己跟自己搏斗的这个胡一静老师啊，这个广西防尘港的这个亮正节啊，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，胡一静老师发了很多评论。那尤其是今天啊，这个官方的通报出来，胡一静老师又发了一个评论。我倒是觉得胡一静老师这个评论啊还是比较靠谱的。为什么说靠谱呢？就是胡一静老师在认同官方通报的前提下，他也提出了很多疑问。你看啊，这个整个事情的核心关键就是亮正，对吧？这个大家一定要看问题啊，要抓关键点。它关键点是亮正，不是别的啊。这个胡一静老师说啊，他说亮正姐的丈夫是消防人员，他的公务执法证没有携带在自己身上，而是放在了亮正姐的车上，不仅人证分离，而且被其妻子违法使用，这是他个人的一个严重错误。而且人们现在不清楚行政执法证是偶然放在了他妻子车上，还是经常故意这样做，这需要亮正姐丈夫所在的消防站严肃调查，并依法依规处理。这个也是我今天上午节目里面说的，对吧？重点核心是这个，所以我说了啊，调查组通报的时候有点避重就轻了。就你的关键核心是你这个证，咱们说通俗的，那就是人民赋予你的权利啊，你是怎么对待这个权利的，对吧？按我们网友咱们的这个对大国的了解啊，那很有可能它是经常性的，对吧？拿这个证，而且这个证啊，你要在基层，这个证是非常好用的，它是消防执法，你只要是做点生意的，开个餐馆，只要有门面的，对吧？人家过去把这证一掏，你基本上就完蛋了。这个杀伤力啊，这个威慑力是非常大的。虽然这个调查组说了啊，这个对这个侯某某啊，就是那个奔驰车女司机还有她丈夫，是不是立案调查？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说清楚，这个证是偶然一次放在她车上，遗落在她车上，或者偶然一次放在车上，还是说经常？那么如果是经常的话，那这个侯某某问题大了。
涉嫌犯罪啊，冒充国家公务人员呢，这个罪不小啊。如果是偶然一次，那就另当别论。所以说这个事情，我在上一个节目里面说了，这个就是重拿轻犯，没有说清楚。我们要登一个后续他的通报。第二个呢，也就是关于这个他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，也很多人把这个搞不清楚。实际上这个事情，如果你捋得越清楚，你就越知道这个事情到底出在哪儿。胡静老师说啊，他说这个情况虽然挺寸的巧合，也就是这事确实啊太巧合了。但是胡静老师说但是考虑到这件事发生在农村公路上，他说而农村乡里乡亲相互了解的可能性大一些，并且事情的解决是亮正杰退让。通报中说他的父亲引导亮正杰靠边让行，事情增加了可信的逻辑。关于亮正杰的父亲认识这个白车司机李某某，认识李某某的父母，这个不用怀疑啊。我在上午节目说了，农村里面这个老年人之间，就是长辈之间互相认识很正常啊，长辈之间都认识，但是长辈和晚辈之间不一定认识了。即便脑海里隐隐约约说谁家有个小子或者谁家有个闺女，但是你说在路上看见不可能认识啊，那要认识的那就是走动的非常频繁的亲戚，还有这个什么邻居，对吧？你就是隔壁。目前农村就是这么个现状，因为大家很多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嘛，或者在外面上学，这些常年的不见面，少小离乡，什么老大归啊，小时候就走了，这个很正常啊。所以说李某某说他不认识何某海，对吧？然后李某某的母亲啊不认识那个奔驰车那个女司机何某某，这都非常正常，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啊。但是唯一一个疑点呢，这个咱也要说啊，唯一的一个疑点就是你这个何某海啊，你告诉你女儿说那小子是谁谁谁啊，是家住哪儿，那你为什么不去跟这个李某某说一声，对吧？咱们都是亲戚，没必要。然后这个李某某啊把这个发到网上，然后引起了网民对这个奔驰车女司机的网暴啊，他也是选择的吧去报警。他明明知道这个人是谁，对吧？是亲戚，他不去上门找他，或者找到母亲说一下这个事，他选择报警。所以这个调查组应该把它说清楚。但是我的观点就是能说清楚而不说清楚，他就是有猫腻，就是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啊。所以我就怀疑，高度怀疑这两个远房表亲啊，没有出五佛的表亲，恐怕历史上有恩怨。这个在农村也非常普遍啊。农村里面亲兄妹不来往的多了是了，对吧？这亲兄弟人脑子打成狗脑子的，对吧？然后结下世仇，那下一代呢也不来往，这很正常啊。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调查组在这一块他能说清楚，他不说清楚。就这个何某海为什么当时不跟这个李某某，对吧，亮明亲戚关系，然后这个网上闹起来之后，他还不去利用这个亲戚关系，对吧，去解决问题，而去选择报警。谁能把这个解释解释？这难道不是疑点吗？而且他非要带着警察上门去，就说明恐怕他们历史上有恩怨啊。这个白车司机李某某啊，在8月2号和那个媒体啊连线的时候，他自己承认了啊。这个澎湃新闻报道啊，说对于官方通报中双方系未出五福的邻村表亲这一说法，李先生虽然表示认可，你看认可了啊，但却补充道：“我没去过他们家，没毛病啊，这很正常。我们家也不认识，可能他们家认识我。”你看看这个李某某啊，说法已经开始改变了。警方的执法记录仪啊，已经显示了这个何某海啊带着警察上他家找他妈的时候，他们是认识的。就我为什么老揪着这个事不放呢？这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。在网上啊，网友网暴这个奔驰车车主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个何某某的时候，对吧？这个人家报警了，然后他父亲何某海带着警察找他妈，这个时候他就应该知道了，他们认识。他妈不认识那个女司机，但是认识何某海。那大家正常的想一想啊，那你这个李某某就应该知道你的这个地址，你的这个人名字信息被人知道了，那太正常了，不需要通过什么警务通啊，什么开盒啊，对吧？人家就知道了，人家在当时说的这个话，那你就应该想到他不是什么警务通，对吧？通过什么查询，人家就认识。还有好多网友啊，我看他连基本事实他也不看，这通报他也不看，就喜欢留言开始反驳，从头到尾啊都没有说人家知道这个白车司机的电话，人家就是不知道电话，这个电话还是这个派出所的跟他妈要的，派出所上门，对吧？跟他妈要了电话，然后当时就给这个李某某打了电话。所以这个事情啊，这个关键点是在亮正。
这个证是一直是由这个侯某某拿着的，还是说偶然掉在上面？这个是最重要的。至于这个出警为什么这么快啊？这个我也不多说了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你在农村里面啊，你哪怕是个科级的，你就已经非常厉害了，四里八乡的都知道。如果你是吃公家饭的，尤其是在这种带有某种这个特权的啊，这个强力部门上班的，那你对吧？大家也都知道，就是农村里面啊。所以这个奔驰车司机啊，侯某某，她老公是什么消防2级，有执法权。那在当地对吧？那一定是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不知道名字或者不知道具体的职务，当然一定知道，哎，那人家啊，那个家好像有个人挺厉害的。农村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说啊，这个李某某去报警，似乎得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，对吧？让他赌气添堵了吗？但是这个侯某某去报警的时候，哎，他可以带着警察上门，让人删帖，这个非常符合啊基层的一个现状。那你说你怎么说？你是批评这个派出所不应该出警这么快？那人家是出警快，还不是好事吗？问题是为什么到了李某某报警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态度没那么好呢？或者处理的就不能让人那么满意呢？所以你看啊，这个事情你也挑不出什么错出来，但是却体现出一种区别对待，人家都是在人家的权利范围之内，你不好说什么。到你这儿，人家不积极，但是人家也没犯错误。到对吧？这侯某某这儿，那人家积极一点，但是人家也没过分，反正在人家的权限之内，对吧？一个是走到上线，一个是走到下线，那你怎么着吧？在我的观念里面啊，这个农村里面啊，出警的话，他有的时候都第2天来啊，就是他一般你要打110啊，你说这儿有什么事，那警察他会先问。现场怎么样啊？如果现场没什么事，就有一些纠纷，那人家现在没时间啊，明天过去。就农村就是这种现状，你不要把它当做这个上海或者深圳，对吧？一个电话5分钟必须到，人家都是根据实际情况，那儿出人命了啊，动刀子了，那恐怕人家得开车往这儿赶。如果就是一些纠纷，人家都不来啊，说明天再来，实在不行把你们约到派出所来，都是这种搞法啊。所以说来说去啊，重点是看后面的调查组，对吧？立案了吗？那就看这个亮证，对吧？这个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农村里开车啊，我说说我的亲身经历啊。这个大概前2年吧，有一天晚上，这个农村没有路灯啊，晚上那个都靠月光啊，要么就是靠你的这个车灯。我呢，这个陪我哥哥出去办个事，其实很快啊就回来。他那个车吧是个手动挡，我开不了手动挡，但是我哥这个眼神不好，尤其是那个晚上看不太清楚。那我就坐在副驾驶，我就帮他看路，开慢一点，这么个事。结果啊，果然狭路相逢啊，我是看见对面来个车啊，因为我对那个路不是特别熟，然后这个我哥开车，我就告诉他前面有车啊，我们要靠边，那个路特别窄啊，就像那个视频这路一样。结果对面的车来了2个，就谁也走不了啊，我就下来指挥，我下来我也看着，因为我对那个不熟，我下来指挥的时候，结果这个对面车窗摇下来了。喊我，对吧？他一喊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这是我表哥啊！哎，他问我大晚上去哪儿，我就跟他说，他知道在哪儿错车。他说你得往后退个几米，那么后面其实也不是错车地方，那后面那一块啊，那个地老被人压硬了，有点硬，你得往那儿退，因为他老从那路上走，他熟，你知道吧？你得退回大概有几米吧，10来米，然后整个车身斜过去，他的车就能过去。那你肯定退，不退谁也走不了啊，对吧？我还得拿手机照着往后看，找到地方，然后我指挥，对吧？我哥往后倒车。农村里都这样啊，所以很多人没有农村经验的就在那儿瞎留言，对吧？就是抬杠，那显得傻，对吧？我就是看得见对方车牌，我也看得见对方车，那我也不知道那是谁的车，对吧？很正常。他把车窗摇下来喊我，我才知道啊。我也是下了车他才知道我啊。我也不下车，在车里面他也分不清，对吧？车里是谁的车，他搞不清啊。所以在农村开车啊，像这种狭窄路段就一辆车的能过的，一般的人一看对面没车就加速赶紧跑。你要磨磨蹭蹭的，对面万一来个车那完了，对吧？这些都是亲身经历啊。所以说在农村里开车啊，错车这个不像城里那么方便。路熟的啊，他都知道在哪儿能错；路不熟的只能两眼一抹黑。还有一次啊，在那个长江大堤上面，大家都知道吧，有很多路啊，他为了防止那个大货车走啊，他都设了拦路虎知道吧？那个两边水泥砌的，然后中间就容许小汽车过。实际上小汽车过那是绰绰有余的啊，非常富裕。但是啊，很多手潮的司机他就害怕过不去啊。有一次我就开车啊，正好到拦路虎那附近，人家对面有个车正要过，那我就等着，我就靠边等着他过，我就眼见着他那个对方就是个女司机，2个人还下了一个女的指挥，
结果我就眼见着他那个车啊，那个右侧啊就刮在那个拦路虎上面，刮的这个火花带闪电呐。女司机她判断不了这个距离啊，实际上这个还挺宽的，因为她左边啊让的太多了，太靠右了，她害怕呀，就从拦路虎上刮。所以你要在这种路上，你要遇到一个女司机，你最好是先让她。好，这期节目啊，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